这个是鸿华先进科技的第一批量产的 Model T 的公车来加入我们客运业的经营。那我想府城客运这一次一口气汰旧换新的15部的全新电动公车，那我们会在3条公车路线上来提供服务哈。那我想整个市区的这个各个不同的区域，我们会尽量涵盖。那我想这一批电动公车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市区客运或者是我们甘志先公车的客运业者，都会陆陆续续的来汰旧换新。那现在只要汰旧换新，我们就一定会选择电动公车。那我们希望把我们台南市电动公车的比例能够越来越高。那在2030以前达成我们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我们都是用世界最先进的3电系统，以及有更多的这个主动安全的配备，例如说有内轮差的系统，这个是透过这个 ADAS 的计算，然后能将这个后方跟侧方的物体做一个准确的计算，适时的警告车外的用路者以及车内的驾驶注意内轮差的区域，以及我们车子也具备了整个就是 Drive by Wire 的功能，所以就是说我们透过不断的软体的更新，未来可以走向自驾化。那车内呢，我们也跟高度的做一个系统的整合，所以在这个未来在智慧城市结合5G IoT， 我们可以做智慧城市最好的交通载具。这台车呢，它最先进的就是搭载的那个电子后照镜，仪表板全面都是触控萤幕式，那整个仪表板看起来就很清晰。环景的部分就是可以让驾驶可以注意左右来车啦那可以增加行车的安全性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是大众运输的新纪元进入电动巴士的时代。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好几辆了啦，但是这次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交车，而且我们跟鸿华先进合作，跟府城客运合作，直接他们车子从桃园就开工厂，直接开来这边交车。那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都相当新颖先进，不仅是外形造型很好，它的内装也是非常人性化，也蛮科技性的对于乘客的服务进一步提升。那对于行车安全，包括内轮差的注意，还有包括后照镜的减少，也都顾虑到了。那这样子的话，这是不仅是对环境友善，也对乘客友善，更是大众运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model 那我们谢谢这个鸿华先进的 Model T 这样子的新型的这个公车电动公车进驻台南市，希望更多的电动巴士能够进驻到台南，能够一方面维护空气品质，一方面也让市民朋友们享受更高的大众运输的服务。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市中第一场电视政见发表会16号暗时6点半登场。这届市长有5位参选，选会先依照抽签决定发言顺序，包括谢龙介、吴炳辉、林义峰甲柯中信拢亲自到场抽签。吴伟霆无伫时间内到位，由选会主委代替。所以无甲4位候选人共齐翕相留下记录。其中，谢龙介以全国调解88粒枪支枪击案为一大焦点来攻击台南的重大治安，竟然无限期破案。对此，吴伟霆则认为是政治指导办案的操作，表达遗憾。现任市长的竞选总干事被开枪，还有议员被开枪，何等重要！结果到今天，院长、部长、署长跟市长没有人要求限期破案，让我们的警政单位都觉得不大好意思，说请大家再给宽限几天了。我想他们很努力了，可是台南市警力的不足也是大家都有的。我也要希望透过这个机会问问黄市长，为何你4年来对于警力不足这件事置若罔闻？实际上问题是一个单一事件，那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单一事件做政治操作的话，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抹煞了所有的检警、司法人员的一个努力跟他们的专业，
一方面意图想要这个用政治指引指导办案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蛮遗憾的。那我也这样也替所有的辛苦办案的专案小组的检警抱不平，因此这样是很不应该的。市选会16号举办市长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第一场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龙介甲民进党寻求连任的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两个人的架空攻击甲回应上受到注目。选会表示，发表会伫网络直播以后，17号暗时6点半，会透过有线电视第3频道来转播，请民众收看。今日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乐队台钢猎鹰出场。宜嘉南这里球队所在地台钢猎鹰职业篮球队，自然爱甲地方连接情景，嘛希望借重单一顶创传就来顶议员对体育的支持。所以伫选举期间，总经理钱伟成特别传领蔡建宇、林子峰出面协听。会中议员甲服务处的工作人员拢成为小小粉丝，做伙翕相留念，场面温馨。许多政策的推动，我相信绝对也不是1天2天，这真的都要这个有利人士呢，跟大力的推动，来带领着我们，来帮助台南市呢，能够把这个体育的运动啊，然后运动城市化的这一个理念呢，能够继续的发扬下去。那台钢猎鹰呢，也会在这一块上面呢，继续的努力耕耘。今年总算功德圆满然后正式宣布成立。那未来我们渴望也可以透过陈亭妃委员各位的一个中央的一个部分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体育的资源下来。那所以在未来可期的未来我们台南市有更多希望更多的人才不断的辈出。在体育的这一方面，我们一定会加紧脚步在台南市这一块，我们一定会把我们改造成我们的台南市的运动城市。台湾台顶嘛难得穿上运动底裤，讲到伊细汉时嘛是软式网球的运动员，会当体会训练期间的辛苦，所以一定会全力支持体育加环境。因为其实很多民众喜欢在公园就可以打篮球，所以包括我们在咸北里的咸南公园，还有成功里的篮球场，都争取一些整修的经费希望让大家有更好的打球环境以外，那包括呢，其实在我们的公园国小、文学国中的篮球场的整修，还有室内场馆的整修，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努力那重点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喜欢运动的朋友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运动环境。那也期待说。台南在这个体育人才培训这个部分呢，能够更加的一个努力那尤其实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今年7月1号开始，台南已经有体育局那我想未来我们也期待说，可以继续连任，继续为打造台南作为一个体育城市继续努力。宜兰原先服务基层各行各业，这回地表单市成立跳过以后，一个体育人士嘛拢用具体行动来回馈。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伫过去这3天内，唔知大家敢还阁有记得疫情期间的这段日子，台南市政府特别邀请到金马导演黄信尧，透过影片来回顾疫情前后的变化。很多人会去谈医护人员、护理人员啊，然后市府啊各方面的第一线人员。那我回头想一下，台南市的特色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古都，一个观光的大城，然后就想到，那第一线最冲击的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交通。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是不是用小黄市集作为一个串场，然后又刚好配合到我们台南市有许多的政策，例如说，运送蔬菜啊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全台湾首创的一些政策，可以来讲这些故事。在疫情3期警戒期间，客停车司机小野出门营业，爱心穿上防护装备，为着卫生问题，定定家己一个人伫外口食饭，回去到厝内嘛爱先用酒精消毒，惊甲病毒传染给厝内底的人。第一线医护人员照顾病人，定定拢无时间休困，非常的忝。其实这个疫情，当然在若干年后，我们回首看起来，它就是一段故事，或者一段期间。但是对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身临其境的人，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家人，
或是听闻别人染疫，其实都有非常深刻的感受。谢谢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谢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也谢谢许多影像记录者，他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影像记录以及编纂，能够让现在未来的人对于这段时间疫情期间，能够有一些非常非常深刻的体认。在后疫情的时代，大家豆豆恢复正常生活，台南市政府主动出击，展现疗愈力。而咱家己爱面对的是如何以家己的方式，找到上好的生活状态。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国小学生认真地伫上课，也毋过这毋是教室，是伫咧北区的开基育风宫，为了让学生会当熟悉历史古迹。北区区公所推动古迹就是教室的计划，让学生实际伫古迹现场进行上课。上个主要嘛是要让咱的小朋友除了来迄个庙林信用以外呢，嘛会使透过庙林的一寡建筑庙林主要伊的功能来做一个认识，互咱除了普隆西亚夜乡对白以外呢，咱个会使更较深入的了解到咱地方的艺术文化，将咱的宫庙当作是一个教育的场地。开基育风宫主要奉祀玉皇大帝，建立到达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伫在地有着足深的意义。北区区公所邀请清华大学团队编写教案。以 Oh My God 我的老天为主题，将这些民俗活动融入课程，让学生用不同的角度更加了解庙宇文化。开基玉皇宫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那过去很多的小朋友都反映说，他们来过这边拜拜，但是对于玉皇宫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科仪啦，乃至于说庙里面的这些木雕啦、石雕啦。彩绘啦，可能很少去深度的一个了解，所以这一次荣教授的团队特别把开基玉皇宫的这些生命礼俗的部分，包括里面的所谓的艺术与人文的内涵，通通把它变成是教案学习的一部分，让学生直接就来到了开基玉皇宫，透过这一本教案来进行学习。那我想这样子的计划也可以推广到台南市37区里面，因为我们目前还有一个所谓的宫庙博物馆的计划，那把它整合在一起，我相信这是我们推动文化资产教育非常好的一种方式。这个计划已经进入第2档，未来区公所嘛将持续伫区内古迹展开教案开发，以探索为导向进行活动设计。重新让古迹庙宇以另外一种方式，让在地学生会当熟悉家乡在地历史文化。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苏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
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啊，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伊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在中央健保署南区业务组的见证，基美医疗体系包括基美医学中心、柳营基美病院、甲嘉义基美病院，伫个首席医疗副院长田宇峰的带领，正式宣布开放专科门诊拢会使用虚拟健保卡。基美医院在目前已经全院开通，各个科部呢都可以来使用虚拟健保卡，包括中医、西医、牙医都可以来使用。那虚拟健保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以后不用再为了找这个实体的健保卡而影响到这个就医的过程。那它的功能呢，就跟我们的实体健保一样，可以完全无障碍的完成这个看诊这个拿药整个就医的过程都可以完成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健保卡的一个授权方式呢，你也可以帮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呢透过虚拟健保卡来替他们到医院来拿药或者开慢签，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设计哈。那也蛮符合我们现在医疗走向这个科技化这个行动化以及数位化这样一个模式哈。那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呢这种零接触的就医模式，更是符合我们目前后疫情时代一个就医的方法。健保署南区业务组的组长林春美表示，过去使用虚拟健保卡，病院端阁需要正式扫描器。现在扩大病院使用虚拟健保卡的 API 程式，不但专医专科的门诊拢会用使用，而且民众嘛会用一支手机绑一张卡，或者是一支手机绑一张卡，相当的方便。我们过去的实体卡一人只有一卡。那现在的虚拟健保卡可以绑在手机，手机上面可以多卡绑一机，一卡也可以绑多机，对于我们的民众就医更便利。一个人至少你除了实体卡，你还有虚拟卡，那类似我们的父母，长辈们。在就医，儿女会更方便。你可以把父母的卡绑在你的手机，也不会有遗失。那小孩呢？妈妈可以把小孩幼儿的卡绑在他的手机，跟保姆之间在就医上面会更便利。
因为申请虚拟健保卡，必须要下载健保快易通的 App， 才会用快速来开通甲绑定，而且设定时嘛必须要授权。因此，健保署嘛有派人伫各大病院来协助民众，伫病院同时嘛寄出好康，民众只要伫年底12月30日进前，成功以虚拟健保卡来门诊就医，佫会用个到服务台来兑换超商的商品券。数量有限，领完为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南区永兴路一间实贤堂艺文会馆，因为头家郭旭贤对着地艺艺术的喜爱，内面除了展现各项地艺作品，现场佫邀请艺术家陈佩君举办个人的画展。透过议员林美妍的牵线，上午邀请市府文化甲观光旅游局联合召开记者会。希望为南区的艺文来推广。我们现在位在是永城路上面你会在整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个永城路上面，竟然有一个真能够做艺术展览的地方，是实贤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曾经参加过好几场的一些这个活动包括品茶的这个就是展览还有很多的艺术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看到了11月15到12月31，我们陈佩勋我们老师也在借这个地方，我们也展了一个非常特殊让人家感受而且蛮震撼的美跟丑。我觉得美跟丑是人生相对比的一个就是角色了当然在这上面也看到了它在色彩上面还有一些就是画的里面事实上内藏了很多我们内心的感觉啦。艺术家陈佩君除了感谢实贤堂的创办人郭旭贤的邀请，这届展出的作品总共44幅，对过去嘉义牡丹甲兰花，一直到今年来受到疫情的影响，跳脱过去对水的物件，开始阐述水甲歹的关系。这一次最主要的呈现的就是美跟丑的对话，然后这场阐述的是丑，它也是一个美学的之一。它丑跟美之间，对不对？它是一线之隔，丑就是美，美就是丑。那我这2张作品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在于，我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刚好就是在疫情快结束了。那疫情造成我们生活上面的不便，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这3年来我们真的很苦，而且很多的生活啦都受于疫情的关系，我们都没办法去做，甚至就是被关在家里嘛，对不对？那这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张作品，叫毕卡索的一个作品，对，所以说在这里头，我采用毕卡索的一个特质，就是解构。我透过阐述猫的造型，去把它解构，阐述美跟丑之间的一个连结。同时，我也在阐述的就是说，我们因为受疫情的关系，我们都是受伤了，然后呢，都是躲在屋子里头，然后没有办法的，就是没办法去让自己，对不对，有一个更宽阔的心胸这样子。所以我将，就是我的 idea 来自于这张作品。艺术家陈佩君这场歹甲水的个人展览，对今日起一直展到12月30日，欢迎对艺术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到南区永兴路的实贤堂艺文会馆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